買 AI 股淨係睇台股 A 股，其實港股都有一隻隱形黑馬，佢就係嘉里國際。過去半年因為派息比率降到45%，加上嫌佢 AI 爬波慢，唔少資金離場。但數字唔會呃人，佢嘅 AI 營收佔比已經由3% 升至近12%。呢次股東洗牌呢，反而留低咗質上車嘅機會。點解今年最大機會？第一，大客戶嘅 ASIC 項目量產，泰國新廠亦產能爬坡。第二，舊年9月入局 NV 供應鏈，主要對應新一代產品，訂單嘅效益今年先正式啟動。加上 AI 機殼係量價齊升，毛利率更高，將會享受極大嘅營運槓桿。同業台股勤誠26年保守預期 PE 24倍，而嘉里喺 ASIC 同 NV 新品發力下呢，下半年 AI 嘅佔比會提升啦，有望去到30%。而家預期 PE 只有大約9.9倍。如果基本面追近同業估值重估，潛在呢係有1倍嘅空間。就算冇重估，現價預計股息率都有4% 墊底。以上嘅內容僅屬於本人嘅觀點，記得投資需要審慎分析，而本人客戶亦可能持有股權。